世人都了解达克赛德是多元宇宙中最强大的邪神之一，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还有个弟弟隐藏在地球，同样他也强大的可怕，整个正义联盟一起上都撑不过一盏茶的功力。为了争取喘息的时间，格瑞斯试图冲上去拖住对方，却像小鸡仔一样被黑星打出数米外。看到妻子被打，谢尔顿马上爬起与死对头贴身肉搏，然后开启引以为傲的镭射，却反被捂住眼睛自爆。就在黑星向格瑞斯他们逼近时，正义联盟的其他成员赶来，卡点卡的还真挺准。布兰登是第一个冲上去，也是第一个被黑星揍下场的。其余人也不客气，一拥而上，将各自的看家本领毫无保留的展示。可这种攻击对黑星来说如同刮痧，别说威胁生命，就连毛都没有拔下一根。难道是因为超人没有把裤衩穿在外面吗？其实是正义联盟有不可杀生的律条，要么生气，要么以德服人。沃尔特发动脑波暂时控制住黑星，巴瑞抓住时机一个千斤跺脚，总算是打倒了对方一次。闪烁趁机想上去补刀，妄想用瞬移制敌，却反被抓住脑袋。黑星见走位绝佳，直接启动胸前的能量炮，成功拿下双杀。Double kill。其实做超人第一要素不是有多强的能力，扛揍才是关键。为了不杀生的冰冷律条，搭上2条英雄的性命真的值得吗？见到同伴惨死，布兰登瞬间暴怒，可他在黑星面前始终是个渣渣，看着儿子性命攸关，当妈的坐不住，直接与对方缠斗在一起。但很明显他根本不是黑星的对手，他下半辈子打光棍。谢尔顿上去与妻子控制住对方的双手，就在此刻一直在施展脑波的沃尔特终于将黑星的思想与肉体分离，困在自己的幻境之中。黑星在外面的肉体变成其余几人打野的目标，幻境里的一切事物只有沃尔特可以支配。 In here, I am God, and you are not. 不过让他没想到，黑星的意志顽强，竟在他最擅长的领域将他按在地上死死的碾压。外面的几人还试图想摘下黑星的反物质引擎，恰好此刻黑星彻底挣脱了脑波的束缚，全力的爆发之下，众人只有被震飞的份儿。这时的谢尔顿还想和黑星硬拼，却被对方一个薅油根再次打飞了出去。是不是超人的脑瓜子都不太好使？黑星准备释放出体内所有的能量，彻底终结这些碍事的正义联盟。危急关头，布兰登顾不上律条的约束，冲上去一拳打出了黑星的脑花。以再晚出手几秒钟，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坐上联盟之主的宝座了？现在官儿没当上，还违反了绝对不能杀戮的律条。沃尔特联系了监狱，得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，那就是黑星并没有越狱，现在本体正在监狱里悠闲自得的度假。The hell is it? It appears to be you.